日帶大家去馬油塘村一個啱做好嘅單位，聽講做得好靚喎。咁廢話唔多講，同我一齊去睇下啦。門口右手邊呢，做咗個到頂嘅獅子櫃，呢次嘅設計真係特別方便。喺底部懸空嘅位置設計咗2層，用嚟擺鞋。中空位呢就最實用啦，平時出入嗰時可以擺放鎖匙啦，同埋日常需要嘅物品。而且今次獅子櫃嘅收納真係夠晒大啊！上櫃擺滿晒生活用品，下櫃隨便可以收納幾十對鞋都冇問題。跟住係客廳嘅電視櫃，我都好中意喎。L 型嘅電視櫃真係簡單得嚟，又唔失格調。展示櫃用嘅玻璃層板搭配燈帶，高級嘅氛圍感一下子就出晒嚟啦。轉角位呢就用咗圓弧嘅工藝，因為屋企有長者，咁可以防止撞親啦，而且視覺上都好好睇喎。咁今次嘅廚房呢，整體係一個開放式嘅，上櫃用咗個上翻玻璃門，平時需要用調料嗰時呢，又可以清晰咁攞取啦。下櫃 L 型櫥櫃連接一個小吧台，我想講我真係好中意呢個吧台啊！平時同自己太太飲翻2杯都幾浪漫噶。有個細節同大家分享一下，今次利用咗櫥櫃嘅側邊空間做咗個展示櫃，咁吧台啲酒呢，收埋喺度就啱啱好啦。仲有今次最巧妙嘅設計，我認為係樓梯下面嘅三角櫃，利用樓梯下邊嘅空間，呢個三角櫃收納大到不特止，而且雪櫃預留嘅設計喺埋度實在太完美啦。睇下房間先，呢間係小朋友嘅房間，用嘅係地台床搭配到頂嘅衣櫃，咁平時換衫呢就輕鬆好多啦。而且地台床又收納夠大喎，再搭配一個 L 型嘅書台，小朋友溫書學習就好方便啦。再睇下主人房，一個實用嘅油壓床，可以將大件物品盡數收納，再搭配一個梳妝台，女主人可以喺度靚靚咁化妝啦。而特別嘅地方就係為咗唔佔用主人房嘅空間，將衣櫃設計喺主人房門口，而且滿牆嘅到頂衣櫃收納真係夠晒大。最後就係書房啦，一個 U 型嘅書台搭配一個大書櫃，屋住啲書就可以盡數收納喺度啦。而且今次書台轉角位置都利用得好好，唔會浪費一啲空間啊。以上就係今次嘅全屋設計，如果你都有家裝需求，而家就聯繫我啦。